今日會同大家開箱澳門葡京人酒店，有幾個地方都有免費接駁車去到酒店，詳情可以留意返佢哋官網。呢度有全球首間用 Live Fans 作為主題嘅酒店客房，所以會見到酒店周圍都有用 Live Fans 做主題嘅裝修。酒店2樓仲有全球首間獲得 Live Fans 官方認證嘅 cafe。而我今次入住嘅係葡京人主題嘅客房。入咗房嘅左手邊係有個 mini bar， 下面有個雪櫃，旁邊有個衣櫃，有風筒、夾萬，仲有2對拖鞋。我喺Agoda預訂11月份星期六1晚嘅房間，價錢係1300幾蚊。廁所係乾濕分離嘅，光線都好充足，個浴缸好大，基本設備都齊全，仲有2支水喺度。間房嘅空間感都好足夠，好闊落。街景係望向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。唯一唔好就係隔音比較差，會聽到走廊嘅聲。酒店大堂隔籬就有間便利店，佢係開早上10點到晚上8點。酒店2樓有呢個瘋狂天地，好適合小朋友嚟玩。除咗呢個室內遊樂場，仲有其他遊戲玩，好似夾公仔機、射擊機、籃球機同埋推薦機等等。酒店另外一邊有個好似珍寶海鮮舫嘅地方，可以影相打卡。酒店仲有其他玩樂設施，好似首個室內嘅卡丁車場，同埋首個室外嘅高空飛索等等。